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，讲一寡跨性别学生伫学校宿舍、便所甲写一寡资料，拢常常去拄到问题，所以呼吁学校应该加用一寡心思，提供跨性别学生无障碍嘛平等的环境。 7间学校都没有性别友善宿舍，跨性别的同学在这个场域里面，并不是感到安全的、舒适的。跨性别学生常常拄到宿舍优先便所的安排，甚至是无平等对待困扰。黄鲁平所发动的跨性别优先校园调查，甲7间学校的社团合作，用学习的资料来看，学生无法度因为性别认同理解伊学习的性别，就要等到身份证变更了才会使。 不过，伊当肯定的是，有学校已经取消各种文件内面外显性别的拿徽。学籍上的性别要等于身份证性别，那这样子的规范，其实让许多跨性别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，需要时刻担忧被迫出柜的问题。我们希望有更多学校可以跟上脚步，全面去除外显的性别栏位。伊那伫优先便所的设置，7间学校拢有，不过数量无多。伫大的方面。 每一间学校拢无明文规定跨性别学生的优先带数机制，不过有学校伫咧积极宣导，并且派专人伫咧处理。因若伫咧课程的安排上，要求就法部分的课程存在着性别的限制。入口网站的部分则是没有任何一间大学有明确的性别友善标示。对于这些议题讨论的风气并不盛行的话，我们很难期待仅仅借由教育部或是相关法规的规定，然后就来达到我们所预期想要的成果。黄鲁明甲学生团体建议，学校应该将学习的性别甲法定性别分开脱钩。 并且取消文件内面的外显性别，在此同时，也会增加性别优先便所甲优先宿舍的数量，来确保跨性别学生无受到歧视，会当得到更加好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